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7月2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7到18节，会龙记下卷第4章38节到41节，约翰福音第4章31节到38节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祝释。前几工伫即个凯米风台来的时阵，虽然北部连续2天无上班、无上课，但是即个超级市场甲即个咱咧讲便利商店吼，即个超商嘛是拢开咧啦吼。含阮兜隔壁即个家庭式的杂货店，头家大概早起6点外，就已经来开店啊吼。伫即2天，我甲吴孙娘想讲要到附近的超市买一寡菜，却发现即个风台第一天菜价顶悬都拢降少了吼。我相信这一方面是一种心态上的啦吼。另外一方面嘛有可能因为市场无开，前一天拜一市场就无开啊嘛吼。可见风搁安怎强即个雨搁安怎大啦吼。即个祝释即个问题，嘛是人上关心的一件事啦吼。前几工风台是安尼，何况是几千年前所拄着饥荒。伫今仔日个旧约经文。列王记下卷第4章38节到41节，记载着伊丽莎先知的时期所拄着的饥荒。遐人无物件通食，只好去挽一寡有毒的菜。但是先知伊丽莎却透过面粉一个方法，互即个毒性来消失，互欠缺食物的人会通来食。祝释来食。圣经咧讲有一遍国内发生饥荒，伊丽莎转来去教，先知学生坐伫伊的面前，伊吩咐仆人讲：你起火，用大个锅来煮菜，菜汤互学生食。有一个人去园挽菜，看到一丛野瓜藤，就挽真侪野瓜倒来，切切的落伫煮菜汤的锅的顶。因毋捌迄是啥物，煮好倒出来互大家食。因食的时，拢话讲上帝重用的人鼎内的物件食了会死，因就毋敢食。伊丽莎讲：摕一寡面粉来，伊就将面粉压伫鼎，讲倒出来互大家食。鼎内的物件就无阁有毒。即种的情形，就亲像伫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奥地利吼，当时是纳粹统治的下面，互人民的物资拢欠缺，无够食物通好食，因就去到伫野外去挽一种野菜，即种野菜叫做奥地利的韭菜啦吼。即种带着苦味无好食的野菜来食，虽然是安尼，伫遐嘛是养饲足侪人伫规冬的中间。这非常重要。如果会通丰衣足食，会通无欠缺，这会通讲是民生上基础的需求啦吼。就伫信仰角度来讲，耶稣基督甲学生讲：我有恁所毋知的食物啦吼。当然，迄是搁较重要的，对信仰的角度，亲像耶稣基督捌甲军队伊的人讲。伊有迄种食了永无搁再枵，
有迄种啉了永无搁再喙焦，是饼还是水？这就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旨意。咱另外一方面对信仰角度来讲，迄叫做属灵的迷念啦吼。约翰福音第4章31节到38节，记载着耶稣基督甲门徒的对话。迄时门徒甲耶稣讲：“rabbi比，请来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有恁毋知会食物。”门徒就问来问去，讲：“敢有人摕物件互伊食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会食物，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敢无安尼讲？佮4个月就有通收成。我甲恁讲，目睭8毫金，看四面的田园，5穀已经熟啊，通收成啦。现在收割的人已经伫领工钱，搁伫收成，互人得到永远活命的5穀，互野种的甲收割的做伙欢喜。因为俗语讲，一个野种，一个收割，讲了真对。恁无辛苦耕作，我找恁去收成；别人辛苦，恁享受。恁享受辛苦的成果，这是耶稣基督甲学生所讲另外一种特别的食物，就是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灵粮。安尼，基督徒就应该更较积极，每一天经常去来摕来食，享用上帝所赏赐的食物。会通得到帮助。诗篇145篇第10节到18节，上主啊，你所做的一切要感谢你，你圣的子民嘛要称赞你，因要讲起你国度的荣光，谈论你的大权能，通互世间人知你大权能的作为。知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，你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你即将的权柄煞甲万代。上主一切的应允信实可靠，伊疼惜伊所做的一切。绊倒失败的人，上主扶持因；受压制的人，因扶因起来。所有的活物拢仰望你。你照时互因食物，你triển开手，互所有的活物拢照所爱得到帮助。上主一切的所做的拢公正，伊的作为充满仁慈。所有求叫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，伊亲像诚实求叫伊的人。愿上帝赏赐永远的泉，永生的粮，互咱伫生活的生命中间会通得到丰盛，得到帮助，诚做蒙恩得福的人，诚做满有喜乐平安的主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